不是？我们等那么久，这届评审终于还我们公道。不是啊，不是，爱乱讲话，但是真的等好久了。他的歌艺已经毋庸置疑，这一座奖迟早的事。演唱会倒数20天，今天现场欢迎大家来到同奋小巨蛋，尖叫声，小巨蛋，摇滚区的朋友，我要 Q 一下，刚才他们很热情。2楼看台区的朋友，睡啦！还有我们前方月亮上的朋友，好没有？大家都应该要尖叫，等很久了，对不对，姐姐们？接下来会唱，大声唱，就要烧香，好不好？尖叫加掌声，欢迎金曲歌王许富凯！不是啊，你把整个活动变得很像选举场哎！动手！大家好！全场的尖叫声可以再一次吗？1、2、3。带来这一首歌呢，是我10歌专辑的一首好听的歌，会唱的朋友一起唱《瞬间青春》吧，谢谢，耶，谢谢我的粉丝。329火车头，我头着做你走，亲像长山风吹，双人放手着来自由飞。阮也有几句话，想要对你解说。看是藏在心肝底，较实在。双手借我。逐天等，一件等来的是怎样？想来想去袂当顾着青春梦。青春梦，咱两人相欠债，伊欠阮较多，归去看看来坐坐，较实在。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神梦咪安之 C。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，谢谢。你们有去喝东方美人茶吗？旁边好像有在卖，对，待会可以先去喝。329火车头。我头阮要来走，亲像长山风吹，双人放手着爱自由飞。不是阮偏待，时代已经无同。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想法，但阮是不捌等，脚也等来是一场空。想来想去同款，辜负着青春梦。青春梦，唱歌来甲忧愁，歌声是真温柔。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。
想来想去袂当顾着青春梦，青春梦。咱两人相欠债，你欠阮有较多，规矩看看来找找，较实在。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。会唱吗？一起哦。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。谢谢，春前青春梦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老师哥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终于看到你得奖，是，谢谢。而且各位，台语歌坛除了是未来的天王巨星之外，也是台语歌坛时尚界的代表，掌声再给徐富凯！你也太会穿了吧？没有啦，很好看。唱完歌，等下就去后面班得。哎呀，对，你看我那个靴子都穿出来了。哎，真的耶，这样子。对啊，这个是又可以采茶，又可以都不怕身体脏，又可以搬金灸，搬金灸也可以啦。岐山，对，岐山头份两用哦，两用，然后等下顺便去爬个山这样子。不过哎，我跟你讲，刚才为什么要这么隆重介绍？哇，不好意思，歌迷们等这么久，就是要有一个出口，要画虾，对不？有人到不？有没听不？啊，孟婆客栈有看不？首先叫做小主家，希望大家让支持面部客栈。哎呦，真正有影，今晚是几点啊？今晚什么？啊，今晚8点哦，8点，今晚8点就会使。对，公司台语台暗时8点就看得到啊。哎呦，不过听说怎么了？你结婚了？谁？哪一位？你不是跟迪美姐吗？没有啦，那个戏里面的。哦，哎，这一生很难得可以跟那个迪音的姐姐迪美姐一起演戏，很难得哎。而且没她恰啊，不是，喂，没有，迪美姐很温柔的。对呀，希望大家支持。资深国宝级演员这样子，没错。不过都是因为林美秀在幻想的。啊，美秀姐哦。哦，哎，我阿布啦，那她在戏里面演我妈妈嘛，对。哎呦，你看这个阵容多厉害，是，真的要支持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戏剧作品。对。所以接下来就要当演员了呀！金曲歌王拿到之后是金钟还是金马？慢慢来啦。哎呦，慢慢来。但是我不排斥，我觉得演戏这个过程是很好玩的。是对，而且可以跟这么多的前辈，下一次不一定我去演客家戏啊，难讲啊。哎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客台，哎，我们长官如果在这边的话，支持一下。可是今年总要交作品吧，不然明年怎么蝉联歌王？是不是？今年的话一样没有作品，对。有啦，有一个单曲，一首歌啊，一首单曲，对，等了一首，还差9首，是慢慢升，慢慢升。不过真的很有质感呢，谢谢。哎呦，所以你看自己的歌，然后新的台语歌翻唱的歌都很好听，感谢。而且这些姐姐们，哇，这个灯牌真的是不简单啊！哎呀，他们每一年都会换新的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都想说啊，好，你开机就拍谁，但是还是越做越漂亮，可以拿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吗？是不是？还有。对啊，婆香甜到位。之前也没有上面这4个字，下面之前只有许富凯3个字。不是，是之前这个4个字已经做了6年了，一直没有贴上去啊，是用贴的，是不是？等很久了，终于今年得奖，哎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得奖的心情？得奖的心情其实就跟平常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哦。对，但是还是一样会做音乐嘛。那很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这一路以来很多人对我非常的照顾，就连我们的公关公司也是。我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我们那个公关公司做的。哦，对，是。所以讲到这个倒数20天啊，对，12月4号，12月4号在台北小巨蛋，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听我唱歌。那合家光临，带着爸爸妈妈或带自己的小孩来，我会唱很多从早期台语歌，甚至国语歌。全台湾记者每天都在问特别来宾是谁。我看许富凯真的是没有办法透露，但是绝对物超所值，对不对？希望大家来看，一定会很惊喜，一定会很惊喜。对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
更惊喜，就是如果你的票搞丢的话，各位这个票一定要保存好啊，因为有人说哦，徐富凯今年在小巨蛋唱了3次演唱会，没啦，有啦，12月4号是我第一次啦，就改了3次，延期了3次，延期了2次啦，对，3个日期啦，对，12月4号终于要唱了，然后前面2次的票啊，其实都还是可以用的，不用换票，不用那个重新买票，所以只要是正版的票。对，20天之后我们一起嗨。但是今天我们先化身头份小巨蛋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所以接下来还有30首歌，你要告我去哪里？没了。接下来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的是一首也是翻唱的歌，也是在诗歌作品里头的，叫《停工天公郎》，希望大家都会让我们停工填这些喝郎，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轻快的歌曲，掌声鼓励！耶！谢谢你们，谢谢。2楼看台区的哈，谢谢。双手借我吧。感情无必要加班，阮心多平平凡凡，爱是生的希望。爱情着永远，缘分无必要操烦，无形成别人的爱，爱风温暖的世界，阮用真心来相等，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予我永远飞去天边海角。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如果认为自己很漂亮、自己很帅的朋友，请记一个尖叫声来，很好，很有自信。感情无必要打扮，阮是做平平凡凡，爱是生的希望，有该情义着永远，缘分无必要操烦，无形成别人的爱，爱风温暖的世界，阮用真心来相等。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予我永远飞去天边海角。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听讲人。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
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变成世界上水的人。谢谢提供看狗狼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这一首歌呢，是刚刚提到了我自己的创作曲，然后呢，也是在疫情那3个月所写出来的歌。那这一首歌呢，我想要送给现场的每位朋友。今天呢，是一家人的，请举一下手好不好？我看一下，一家人有吗？啊，还是跟情侣的有没有？夫妻的也可以。对，你们可以互相拥抱一下吗？我看一下。因为这样用举的哦，大家好像比较害羞哦。啊，有了，还是有谁要舌吻的也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好，接下来这一首歌呢，是我思念很多的长辈，思念我很多的朋友所写出来的歌。那这一首歌呢，我相信今天在这么棒的场合演唱，如果你们心里面有想念的人，就用这一首歌传递给他，带来这一首《无声》。无声送给你们，谢谢。桌顶的音乐，雨窗外的风吹散，白色的花间，犹原搁在伫遐。同款插着彼丛无声的牵挂，这几年开的花，拢是思念的形影。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这。定定在少年异乡的囡仔，不忘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了苦寒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开镜，藏伫心肝，你是不是伫故乡等待我？已经离开了苦寒。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。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一直将我惜命。如果呢，每一天可以的话，记得打一通电话回去给自己的家人，报一下平安，聊一下天，多一下陪伴。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这。定定在少年异乡的囡仔，不忘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了苦寒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开镜，藏伫心肝，你是不是伫故乡等待我？已经离开了苦寒。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。总
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，一直将我惜命命。你是不是会伫故乡等待我？我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寒，思念的声唱出了牵挂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，牵着我绕绕啊行。人生有你，我是幸福的囡仔。日头若落山，就会想起你画着我的名。谢谢，我香。感谢。好。今天呢，天气这么的好，对，那等一下记得去喝一杯茶。接下来呢，这一首歌呢，最近天气有一点冷了，那非常符合现在的天气。但这一首歌呢，有一个重点，我希望大家有2个重点，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做好不好？第一个就是比爱心，可以吗？全场朋友看一下，虽然这个动作有点幼稚啦，但是其实蛮可爱的，对嘛？比一下嘛，看下来全场一起哦。然后呢，比这个爱心之后呢，要有2个字在嘴巴念出来哦，宝贝，有点恶心，但是还是很可爱，好不好？来哦，一起哦，1、2、3，宝贝。好，你们都这样叫我了，接下来我就来唱这一首《你就会》送给你们，待会跟我一起唱，谢谢，宝贝这2个字，好 ，OK。然后我们再复习一次哦，你是我最爱的。好，很好。阵阵风吹啊吹来，南无啊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山？今夜的天气。你一定知影，痴情人思无的心声，又就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开袂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在这路花。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来咯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好，刚刚呢声音还可以，是不是可以再大声一点？来哦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谢谢，给自己一个尖叫声加热情的掌声。来，继续。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谢谢你们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，
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凉开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在情如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来咯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再一次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基地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凉开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谢谢两群朋友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在情如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最后一次了，你是我最爱的。苗栗口分所有的宝贝们，谢谢你们，祝大家平安健康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下次见，谢谢富哥，谢谢小富哥，谢谢，下次见，还有12月4号台北小巨蛋见，谢谢所有宝贝们，台语歌坛的天王巨星，谢谢金曲歌王许富凯，接下来是今天我们2021头份的精彩